好，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團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大家日常生活當中聽錯愛用、聽錯愛食、聽錯愛用到嘅東西，就係偷油。冇錯，也對客家人來講，真係輕重要嘅一個調味料啊！唔管係客家人，也係乜嘅族群，大家都識偷油。冇夠用嘅偷油，也係唔去到乜嘅超市、超商啊，買到偷油真係係多種啊！我用板托啊，乜嘅偷油真適合韓國台灣有呢條你可能唔知嘅偷油，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好好分享哦。今日前天片也有請到對宜蘭來啊兩兄弟自家來做偷油，對宜蘭嘅偷油韓國係客家人來分享嘅，來分享下兩兄弟童言跟童語分享。大家好，我是童言。大家好，我是童宇，很高興今天來分享我們的醬油。哦，分享啦，兩兄弟來到節目裡面分享，剛剛講名字就覺得非常有趣了。你們一個叫童言，一個叫童宇，是哇，很特別的名字，對，很好記，我爸取的，爸爸取的很棒的名字。然後兩位係宜蘭的漢人，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兩位已經是Holo哈，我們講福老客了。其實因為按東演的哈卡天視台也做了非常多有關福老客的特輯。那兩位就是我們找到關注了這個福老客議題之一的我們的客家鄉親類都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哎，兩位是就是以前就一直都知道自己是福老客的身份嗎？我應該是比較長大之後才知道這件事情。因為小時候應該既然已經福老化了，都已經完全沒有再聽到客家話。對，沒錯，就是沒有聽過生活沒有客家話這樣子的語彙，然後其實家人也沒有特別的去講這件事情。對，但是我們最近這幾年就是回來之後，我媽開始講說啊，其實我們家以前就是外婆外公那邊，他們就是福老客這樣子，對，只是說他們從我的阿祖那一代開始就已經不會講那個客家話，所以搬到宜蘭，阿祖那邊搬到宜蘭，然後因為環境的關係，所以就沒有再講客語。對。但是媽媽知道以前家族裡面黑客家人這樣子。是，所以媽媽那邊他們是很清楚的。對，然後爸爸這一邊的話，其實都是完全不知道，一直到最近這幾年，因為我們開始在做一些自己那個家裡附近那些研究跟調查這樣，然後後來才發現，我們的老家竟然有被登錄在蘭陽博物館的那個官網裡面。你們的老家是，然後被登錄在蘭陽博物館官網裡，然後是以什麼樣的狀態被登錄上去？是，那上面登錄就是它的上面標題寫就是這是很傳統的客家人的居家形式這樣子。然後我們那時候才嚇一跳，說哦，原來我們爸爸這邊也有可能也是很有客家血緣的。啊，是啊，那個老家你們是拜拜的時候才會回去嗎？拜拜還會回去嗎？沒有，我其實從小是在那裡長大的，就是那個三合院那個老家。對，在三合院長大。然後我們家有一些蠻有趣的形式，就是我們還有10層，所以就是它有一個圍牆，用石頭疊起來的圍牆，然後上面還有槍孔，然後還有護城河這一些的。對，就還蠻有趣的。就是我們去看那個官網，然後我們也有再去找一些文獻，有提到就是馬偕曾經到我們那邊去傳教嘛，有提到說哦，因為有這樣子的結構，就是因為以前在我們破布屋這個地方，就是如果你破布屋，對，我們那個地方叫地名叫破布屋，然後在這個地方就是如果沒有帶武器，那個一般農人是不敢下田去耕作的，所以就可以顯現出當初他們進去這個地方的那種很辛苦，對，很辛苦。是。哇，我應該可不可以從談了一個新的故事的感覺？對，所以也是你們決定回到宜蘭，然後在宜蘭繼續就是創業之後，才發現原來家鄉有這麼多的故事。是。對，那之前做醬油這件事情，我覺得也很特別，因為其實我頭擺哈冇談過啲宜蘭做醬油，我說我以前很少聽到宜蘭在做醬油，之前你們怎麼會有這個做醬油的這個脈絡？對，宜蘭比較就是因為我們是屬於東部嘛，那東部我們發展本來就比較慢，所以以前我們都是家家戶戶其實都會多少做一些醬油，對，然後做醬油它本身也是比較耗費心力，然後可能也是需要你做完用醬油，沒錯，一家子也沒有辦法全部消化，所以就後來演變成說。
一个村可能会有几户人家会做，然后大家做完就是大家一起出钱出力去做用酱油，然后分给大家。好酷哦！对。那我阿嬷的家里这样的角色，就是因为会做吃的，所以阿嬷的角色就是帮大家做酱油，所以他们以前做完酱啊，就是分送给大家去。所以你们两兄弟小时候吃的酱油都是阿嬷做的？可能很小的时候是，但是中间有停了一段时间，阿嬷没有再做。对，因为后来化学酱油的普及嘛，大家就去会去比较方便又便宜这样子。是。那后来是因为食安风暴的关系，然后我舅舅就说，那个要不要再把以前做酱的东西拿出来？现在外面的东西可能都觉得很危险这样子。对，所以你们做酱油的手艺是源自于阿嬷。是的。哇，很厉害哎！那你们小时候应该都觉得阿嬷的酱油特别好吃吧？那个味道应该对，印象深刻。自己做的我还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做的酱油的味道是什么。是，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但是确实就是阿嬷当时做的那个酱油，确实对我们小时候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因为阿嬷很会做一些卤肉啊、卤蛋啊这些东西，然后就小时候都会吃这些东西嘛，然后因为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到国外去读书，然后每年回来的时候都是一定对，一定要很想念，对，一定要回来就是一定要吃阿嬷的，又是家里的味道，又是妈妈，又是阿嬷自己做的酱油。但是我很好奇，其实两兄弟都很年轻，都懂黑嗓，然后就决定要回到家乡，回到宜兰，然后来做酱油这个听起来很困难的一个手艺跟事业。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让两兄弟都决定要回家来做这件事情。OK， 好，那我们的那个过程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因为其实宜兰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人口外流的地方，然后所以像小时候像我这个毕业回来之后，就是先到高雄去工作。对，然后那个在我在外面的时候，我是一开始在做翻译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因为小孩子出生，就觉得小孩子还是要在乡下的环境长大比较好，自由。对，所以就把他带回去宜兰的，对。然后带回去宜兰之后，因为我本身是做翻译嘛，所以就很多时间都在家里接案啊，就其实不太需要去外面跑，对。然后我阿妈就觉得我好像整天闲在家里没事干。我知道，因为铁路可能录音噶，斯坦也没办法熊给他的熊应用当一都豆腐卡，但其实没有，其实你在工作。对。只是阿妈觉得你好像怎么都在家。对，他就觉得我好像没在干正事，然后他就做酱油。那因为酱油本身是一个比较耗劳力一点的工作，对，所以他就看我很闲，就说你没事干，你就来帮我这样，对，所以我就去。意外的。对，就意外，然后不小心。对，也是有点不小心，然后因为其实我之前在高雄的时候，阿嬷她每年都会那个寄酱油来给我，对，所以回去的时候要来做酱油，说好啊，不然的话就是来看一下以前常常吃的东西是怎么样做的，对，然后就想不到就做出兴趣这样子。那弟弟嘞？我是本来在桃园跟台北那一带上班，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就因缘际会就又回到宜兰工作。对。那时候回来之后就发现，哥哥已经开始了。他正要开始。正要开始。然后想说，好像蛮有趣的，就一起参与这样子。对，然后后来随着我们产量有慢慢增大。然后就辞掉原本的工作，就全心投入这边这样。哇，所以两个人都等于说这还蛮特别，这有点像是不太算是我们以前讲的什么传承家里长辈的事业，其实不太算是手艺而已，手艺被你们接手下来，然后你们自己创业，你们是第一代的概念。对，没错。哇，可是这样子是一个应该下蛮大的决心吧？就是比如说离开高雄，你可能因为小孩，然后离开桃园、台北这样子回到乡下，会不会不太适应？一开始，一开始，因为我本来在银行上班，然后本来就是一个蛮稳定的工作，对。然后后来离职之后，因为我跟我哥说我要全心投入。对，可是后来离职之后，哥想说你确定吗？我那时候有跟他讲说，你再等1-2年会比较好。我是说等我稳定一点，你再回来这样。对，就是等酱油再稳定一点。对。但是还是决定要回来。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好像不太知道创业要做什么，有那个决心，可是发现就是还在摸索，说要做什么，不知道方向了。对。那这样子，总共你们两个这样创业多久的时间了？
到现在？今年应该公司成立，今年应该算是第4年。第4年，对对对。但是已经是有很稳定的这个客群了，有固定的粉丝。对，有固定的粉丝，然后也渐趋稳定，这样子也是让我们蛮讶异的，然后也是对，想不到这么多人会来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们董小的第一位头摆糖豆压头油，我真的是直觉想到西罗。对，然后我冇想到原来要做得来做头油啊，所以来啲原来按用嘅甜食，按用嘅气候，按用嘅环境，按用板来做头油，还有要喺田园嘅手工嘅头油咯。先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转来，再过来同大家好好讲哦。好，欢迎又做到福起来咧！我係仲有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宜蘭做嘅頭油，加有講到呀，有關要兩兄弟家到嘅故事，家到是講嘅福老客哦。雖然家到自己唔會講客家，唔過家到有潛到動到家到係客家人咧，家到故事啊。故事今日嘅節目當中好好來同大家來分享。剛剛我們講到你們做的醬油，雖然是阿婆奶奶的手藝。然后一直传承下来，然后你们2兄弟一起来把它创业经营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然后这个酱油今天有特别要教大家，教我要怎么来品酱油，因为平常时就搞太尬，要用的是茶啊，品茶、品酒，甚至品咖啡，这些我们在节目里面都有试过。品酱油之前好像有，但是我快要忘记了，所以我们今天再请2位来帮我们复习一下酱油应该要怎么样的品，然后到底要看它什么，要怎么样感受它的味道。是，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会品酱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近有一个酱油台湾的印油协进会这样子，然后这是为了要推广印油，然后让它可以像巴萨这个意大利的巴萨米克醋啊，像这样子同样能够升级到国际的地位，所以我们才去开发这样子一套的系统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酱油其实还是会去看一下它的色泽。对，色泽，对。那通常像我们这种纯酿酱油，它应该都会有一个琥珀的颜色。那你拿起来的话，你如果对着这个灯光去看它，你会看到它有琥珀的颜色，然后它会透光性会算是好的这样子。哦，对，透光性，所以它不要很混浊，它要是一个有一点透明的咖啡色。对，就不能对，是要可以透光的。如果对着光看，它是感觉可以看到。是，而且它按用 coin 甲给比耶，它是有黄色的色泽，就是真的是金黄色、琥珀色的那种感觉。是。好，第一个看颜色。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可以闻一下它的那个味道。哦。好香哦！是，有需要转一转吗？因为现在好像在喝酒。不用，对，这不是酒，很怕那个观众看到我拿酒杯，感觉你的色酒无色酒哦，亚黑色的感受的黑油跟米西是酱油的味道。是，那你可以闻一下，就是每一种酱油它其实味道都不一样。那像我们家的酱油，它其实会比较有一种地瓜的香味、焦糖的香味。对，你可以仔细去闻一下，去感受一下。天哪，我觉得它有个巧克力的香味。真的吗？有时候有人会这样讲，就是它真的有巧克力的味道哎。好香哦！我很久没有闻到这么香的酱油了。真的吗？感谢。对，所以用 PA 去闻它的香气，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产地的酱油可能都会有一点不同的味道。对，这跟酿造方法不一样，它所产生出来的风味也会不一样。对，所以用看的，用闻的。那下一步就当然就是要用吃的，因为毕竟酱油这个东西还是调味料，所以它还是要。怎么样吃的？是这个口味味道是不是符合你这样子？所以不瞒2位说，我在看脚本，知道我要吃酱油的时候，大家都就说，不用配东西吗？但品酱油的环节是不要配东西，对不对？对，就是要吃它的原始的味道。对。好，所以就是现在有个小汤匙，我就直接把它，你就沾一下，然后不用太多，对，然后放到你的舌尖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好好去品尝它，对。
然后宜兰的酱油它的特色是它的风味会很浓郁，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它会慢慢的回甘。对，没有，大家会以为直接吃酱油很咸，但是我没有觉得其实东咸的米是，其实吃下去一开始是咸的，啊，不过一下子很快，它的甜味就跑出来了耶。对。而且真紧吃下去，吃到最底度跟吃的跟用闻的味道不太一样。对，没有错。哦，这是它的酱油它的一个特性这样。因为有些人会说那个。在用就是比较好的酱油在炖肉的时候，家里那个空气弥漫的味道会有点吓人，有的人也会吃到吓一跳，这个味道怎么那么浓郁？但吃又很好吃。是。对，所以你刚刚批起了，真的用闻的跟用吃的味道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对，它还是会有点落差。哦，所以酱油就只要品这么一点点就够了。对，不用漱口这样。对，不用漱口，不用漱口。对，好，所以统泰雅福用就这3步骤了吗？其实我们的品评系统它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那个结构啊，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比较不够，所以就截取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对，用看的，用闻的，然后用去尝试这样子，很不错哎。我是都也很爱给做底度，现在剩下的是一点点淡淡香香的味道。我刚刚舔到嘴唇上面，还有一点点觉得很好吃的口感。是，对。但是刚刚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其实东西有糖豆宜兰有这个周头油，很少听到宜兰在做酱油。那宜兰它的天气啊，气候啊，整个地理环境都跟我们熟知的做酱油的产地西螺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宜兰的做酱油的方法也跟我们认识的可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不对？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在讲传统酿造方式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个不同的地方的气候啊。然后还有它的物产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们用的原物料不同，也有不太一样的酿造的方式。那就台湾来讲，就是在传统酿造方式上，其实有5大功法。对，这其实也是我们做酱油之后才知道说，原来酱油有这么多不同的酿造方式。因为本来就是都看阿嬷做而已。对。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自以为说，全台湾、全世界都是我们这种方法在做，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是少数民族。对。然后像你刚才讲的西螺的话，他们就有分所谓的干式。然后他们有湿式、半水式，然后还有2次酿这一种的。对，那我们在宜兰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水式后熟，这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印油协会里面一个新的名词出来。完全没听过，来好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个手板可以跟大家介绍，对不对？是。水式后熟的酿造法。对，那这个酿造法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协会我们在推动。每个功法的证明，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可能很多人都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对。那水式后熟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像南部我们讲的比较这种大家熟悉的干式酿造法，它的做法是把所有的豆子放到瓮里面，然后它整个瓮都是豆子，然后它最后再盐封。对，然后里面没有水。对，所以它叫干式酿造法。对，那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南部的气候天气非常好，阳光日照很充足，然后它发酵的那个温度也会比较好，它豆子比较会坏掉。那如果用那种方法在宜兰或者是台湾北部用那种方式做的话，你的酱油就会坏掉，因为下雨下太多，宜兰下雨下超多的。对，所以就是我们的祖先来到北部之后呢，就发现说他们要改良一下这种酿造的方法，对，所以才有这样子的水式后熟。对，所以它是有水分的。第2个步骤就是陶瓮放入盐水加黑豆曲。是，所以为什么叫水式，就是因为我们水很多。对，那前面豆曲其实制作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就大家都是拿黑豆去发豆曲，然后但是在我们放入陶瓮的时候就已经不一样了。南部他们是干的，全部都是豆子，我们是里面有一定比例的水，而且是很高比例的水。那我们的特性怎么样区别水式后熟跟干式？就是我们的水式它是可以去搅拌的。对，所以曝晒3周。是，没错。所以我们在搅拌的时候，我们是每天要搅拌。那这个是为了要确保说我们的发酵的这个过程是均匀，然后在我们拌水也是确保说这个豆子它都有均匀的去浸泡在这个盐水里面，那也是做冷热交换，让它更有效率。对。那经过这个3周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的黑豆在
发酵过后，它会开始释出这个淀粉，然后它就变成有点像养乐多的样子。对。对。然后我看到最后装瓶熟成还要3个月以上。是，没错。那刚才讲了前面这个照过的部分就是水式的由来，因为有很多水。那后熟就是因为我们后面还要再熬煮8个小时。这个在其他的工法里面是比较不会这样去做，那只有我们这种水式后熟才会需要去熬煮这么长久的时间。对，那我们还会再放到装瓶之后，我们还再让它去熟成，所以就是这2个步骤，所以会有后熟的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在这里。所以阿嬷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做。是的。哇，是。那你们当初开始接手，然后到真正的贩卖，听说阿嬷一开始是你们最严格的品管员，对不对？是的。要分享一下吗，弟弟？对，因为其实我们前1-2年在做的时候，阿嬷都不满意我们的品质，然后她好严格哦。对，然后她其实觉得说我们有一些细节啊，还是说我们熬煮的程度没有顾到这样子。那也是因为阿嬷以前都是用经验法则在教我们，对，所以她没有一个 SOP。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自己慢慢摸索，后来在第3年的时候才得到阿嬷的肯定。哇！然后前面的时候，我们前面还不成熟的时候，就也没有在贩售，就是只是自己做自己试这样子。后来得到阿嬷的肯定之后，我们才想说，可以把它商品化。对。哇，所以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一开始应该有一些挫折吧，就是失败的经验。有。因为天气毕竟很不一样，然后接手这个工艺也不是这么容易。对，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种以前古早传下来的，我们就有点自己在半摸索这样子。那因为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台湾有好几年都没有台风进来，那所以我们前期在做的时候就没有遇过台风。那结果后来有一年台风来了，我们才发现说我们没有防台的经验，然后那时候就讨论，然后我妈就说，还是我们用塑胶布把它封起来。就是怕雨水打进去。直觉是这样子，没错。对。然后后来就是结果台风走了，我们把瓮盖打开，发现我们的里面的东西也都全部坏掉，所以等于是就是它就闷住，没有透气。它不能呼吸了。对。然后就变成说全部都要倒掉。那一次的经验就是让我们损失蛮多的。哇，所以其实真係無簡單，我按用嘅方式去甲去摸索，然後去甲去上一個做得好來經營去甲投入嘅品牌嘅方法，韓國甲嘅品質用法來管理，因為遇到同嘅問題，故事後還有同內容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進來。真到富起來咧，我係終於叫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宜蘭的特有。剛剛有講到這個宜蘭的做法，因為氣候的關係，所以跟其他地方有一點點不一樣。對，是水式後熟按用嘅做法，同台灣大家談到嘅冇乜嘅共用哦。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好好同大家來紹介，剛好有更多懂到。啊，不過你們兩兄弟回來經營這個自己的醬油的品牌。4年之後，然後有了自己的實體店面，對不對？之前是沒有的。對。那這個實體店面是大家可以進去裡面坐，然後甚至可以吃點東西的。跟大家來介紹一下。是。對，因為我們其實一直都想要有實體店，然後剛好在2024年的時候看到宜蘭縣政府有一個蘭陽老屋新生命的計劃。那它計劃的宗旨就是要活化老屋。然後我們剛好家裡附近有一間以前姑姑跟姑丈他們開的柑仔店。然後他們因為已經就退休了，所以已經有點半荒廢的狀態。然後我們就去跟姑丈說，可不可以把它承租下來？那透過這個計劃，我們就是把它整理起來，然後一部分是做我們的店鋪使用，那另外一半我們就是隔着一道透明玻璃，就是作為加工場域，然後就是讓客人來到店裡的時候可以看到我們在裡面的製程啊。哇，對。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店面可以去體驗，可以去看到一些故事，而且又是氣嘎不卡你呢自己親戚的，哇！而且它的那個老屋整體你們規劃得很好，就是它有保留原本的樣子，對不對？對，花了很多心思去整理它。對，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最大問題就是漏水，然後我們就是必須要解決屋頂的問題。對，那後來也花了一段蠻長的時間，主要是因為就是我們希望它可以保留老屋的樣貌。
然后所以我们请师傅把瓦片一片一片拆下来，然后把防水做好之后，再一片一片把它放回去。天哪，那个师傅想说你们在找茬吗？对，所以像本台港按用七嘎木卡引的感觉，他们自己家里的亲戚的房子，然后里面卖着七嘎粥的 tell you， 然后是奶奶的味道、阿嬷的味道。那松了呀点肚烘，你不仅仅是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做酱油的这些过程，你还都得吃到一点相关的酱油产品，因为我总不能永远都让客人直接喝酱油，对，所以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出来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很可爱糯米团子，对不对？对，因为我们为了推广酱油，所以常常去跑一些市集啊，然后发现说单卖酱油有点单薄，就是很容易被客人忽略。所以就想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搭配到酱油，然后就想到这个糯米团子的，就有点像日本人在吃的酱油团子。对，也很像客家人的那个起拔就我们的麻吉。对，所以这个是弟弟自己做的。对，就是一开始也是网络上啊，还是看一些书，对，然后后来我们去搭配到一些那个在地友善农耕的米谷粉。把它放进去，然后发现口感很好，所以就沿用到现在这样。而且好好吃哦，它搭配酱油，它那个甜甜的味道。对，这个是酱油有在另外再调过吗？对，我们就会用一些昆布高汤啊，还是一些调味去调它这样子。好好吃哦，所以平常这个糯米团子是什么时候可以吃得到？就我们自己的店的话，就6日都会有供应这样子。哦，拜6礼拜啦，迄讲有兴宜兰给发就做得去店面底度做得设计设类都按用，就是你可以真的把酱油吃进嘴里的感觉，然后又是好吃的一个小零食小甜点。那除了这个糯米团子之外，还有这个是米饼。对不对？对，这个米饼就是我弟刚才说，可能会有一些摆摊会错失一些机会，讲比较好听啊。但是其实真的是看到很多人，看到酱油，他说没办法吃，他就人就走了，就心里很难过这样。因为大家去逛市集，就会想要吃点小东西，那我们不能喝一杯酱油啊。对，没错。所以就跟朋友，那有遇到一个朋友，他是做甜点艺术的，田富商行这样子。那他们就说，那我们要不要配合看看？但是他当时其实做了蛮多东西给我们看，我都觉得没有很满意。对，然后他做了什么啊？我好好奇哦，酱油的结合就有什么那个是达克瓦兹吗？还是另外一个？对，也是马德莲，他做他做蛋糕类型的马德莲，然后加酱油吗？对，酱油，然后还有夹心啊，然后但我都没有很满意，直到他有一天拿这个米饼给我，我就觉得哇，就是觉得很棒，然后又很契合，因为我们在宜兰，我们很多都是务农的嘛，所以就是真的。务农的，对，务农的，然后大家都有种米嘛，那我们就想说，其实要让我们的东西不只是我们自己好，也要跟附近的那个种田的朋友、农友也一起好，这样子共好。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东西米饼很好吃，然后我们就用在地的米这样子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宜兰，因为宜兰大家都知道这个南洋平原是，所以这是宜兰的米是。做出来的米饼是，然后搭配你们的酱油是，而且我觉得相对刚刚讲的马德莲啊，或者是什么夹心啊，它好像更能吃出酱油它本身的味道。对，没错，就是因为米本身它就是米饼，它本身就是米做的嘛，所以它跟米很像，就是它是一个载体。就是你现在放什么东西，你放甜的它都合，对，放甜它就是甜的，放咸它就是咸的。对，所以就是酱油装上去之后，它味道特别好。对，这个好好吃哦。真的吗？谢谢。这个米饼就是你可以很充分的吃到 tell you 跟米西酱油的味道，你就很清楚可以吃到。是，所以这个也是在店里面有贩售。是。所以古手太太有喊的时候就做的感动。那吃米饼吃的太爽了。啊，我们讲一店面底度都得吃到糯米团子，然后这个米饼之外，当然就是不能错过的就是酱油。酱油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有酱油，然后不同的尺寸之外，也有不同的口味的酱油，对不对？对，不同风味的风味酱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同风味酱油到底杭州的有没有变化呢？还可以什么变化？我们去年就是刚好收到政府茶园阿福，他就私讯我们粉专，我们本来都不认识。然后他就说：“你有兴趣做？”也是宜兰的，对，在东山那边。对，然后他就说：“你有兴趣做茶风味的酱油吗？”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后来就他自己找上你哦。对啊。哇，好，继续。对，很好奇。然后为了做这个东西，我还去参加阿福他办的一个试茶师的活动，就是更加了解茶的风味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也跟他讨论，因为他对茶风味是的确是对非常了解。对，然后我们就是把黄乌龙茶还有红茶一起放进去，然后让它做风味的转化，然后最后成为这一支三头气茶韵酱油这样子。它是在就是酿造的过程一起酿造吗？还是后置再来做调整？酿造的时候我们就有一起酿造，然后后置的时候再一起煮，因为我哥有说我们会熬煮嘛，熬煮的过程我们会再把茶也加进去。那这个茶的酱油我也是从来没有吃过，我现在来试一下。这个是比较深色的，是茶的酱油，是不一样哎。它虽然一开始是咸的，但是它到后面会有一个，我觉得不只是茶的味道，它会有一个有一点像奶香，它有一种在转圈圈的感觉。是没有人说过，是不是？没有人这样跟我们形容过，对。但是下次应该要找你来帮我们评鉴评料我们的酱油。它真的就是它感觉在我舌头转了一个弯的感觉，但是它相对跟我刚刚吃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浓郁。茶的味道就是这一款酱油，它的味道好像更浓郁，对不对？它会有，应该是说茶会赋予它不同的风味。对。然后可能我吃起来是感觉让它更浓郁了。对。那这一款刚刚讲说用乌龙茶做的，对不对？对。然后现在是在你们店里面买得到。因为我们去年试做没有很多，然后阿福他本来也想卖，结果我们后来就卖完了，所以就跟他说要等夏天这样。所以之后还会有这个商品，可能还会继续合作。对，哇，没错。所以很特别，也是宜兰的茶，然后一起结合。对，所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茶系列的酱油。那单枪案内。宜兰也非常有名，另外一个农产品就是金枣。虽然客家人就是也很喜欢，就我们都很爱吃吉酱，然后也是用金枣做的。然后宜兰也会做那种甜的金枣蜜饯，对。所以金枣也是宜兰东冲因为宜兰名产，所以你们也把这个金枣做成酱油了，对不对？对。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一直在想说要更加的结合在地的农产品这样子，然后就想到金柑是很代表宜兰的一个特色，对，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想说，我跟我哥讨论，就是说，所以要怎么做？是把金柑放下去吗？可是又觉得它坏掉的风险应该非常大，就是发酵嘛，水果发酵，就水果，它的水分比较多，可能就容易败坏，对，然后后来在瓮里面腐烂掉，对，然后后来我们就重新讨论，然后我哥有给不一样的建议，他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更符合使用者他的需求，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它调整成，就是做成一支金柑醋拌酱，所以我们又把金柑醋也放进去，所以它会比较适合做沙拉酱或者是拌面酱这样子。有点像柚子风味的酱油的感觉，有一点从这个路线和风，对，有一点受到日本的那个柚子酱油的影响。好清爽哦，那个金枣的皮的味道，吃的在舌头上有感觉到，而且它一开始吃海稀就会感觉干不到某 Q， 因为一开始吃下去就会觉得不一样。对，这个客人应该蛮喜欢的吧？因为跟其他2支的酱油味道蛮不一样的，是不同风格。对，金枣酱这一支在开发的时候，就是非常意外的，他就很快就觉得，好像是可以一个蛮完整的产品。对，然后反而是那个茶酱油。就是会比较曲折一点，就是我们有做过因为它的实验其实相对复杂。对，所以我弟在上面花的心思也是蛮久的。哇，所以你们不仅仅是把奶奶的就是手工艺把它留下来，它的这个技术留下来以外，还自己在很努力的开发。那我们最后福气来了有一个小单元，我们都福气卡拉 OK， 福气卡拉 OK。其实大家常常会有一点不理解。印油这个名词跟酱油这个名词的差别在哪里？我们这节目一点点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印油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酱油应该是一个统称啦。那刚才我们讲说因为
环境啊、气候啊、物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做法。对，酱油这个东西，譬如说日本他们做的豆麦酱油也称之为酱油，台湾做的印油我们也称之为酱油。那中国他们做的酱油，我们也是酱油的一种。对，那所以印油其实它比较是像是台湾，然后还有可能台湾都会叫印油。那但是以华南地区的做法，应该也都可以称之为印油。那印它其实是一个动词，其实它就是说把某种东西放到一个容器里面，在外面晒，让它温度升高。对。所以晒就是印油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没错。有3个条这样做的杭州印油就对了啦。对。所以为什么台湾的酱油都会写成是印油，就是因为传统上我们都会在外面晒。对哦，原来是这样哦。天师一条前的观众朋友有好懂哦，这个是算是蛮难得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知识。故说给我们大家有了解到呀，宜兰同体片咧做体育的风范哦，还讲有去宜兰这方面做得来青雅亮兄弟哦。今天谢谢童言童语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为什么天师一条前观众朋友舒康休息一下，共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数听站，韩国啊客家天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听站听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